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最近吼，你喊係風雨前浪的 vocal 啦，吼，尤其成日撇出嘛。睇緊寫字，用扮演本，你嘅生活當中，喊那都姊妹呀，講喊那都有親子有這個時間呢。我想，佢從 Rita 來老大家推薦哈，尤其大家講當上看書，好親子共讀啊，睇緊寫字都做得同自家上圖書，其實你係當方便哈，因為你想我冇出門，我冇到圖書館，我做得直接到線上來講，係講你有，譬如講你。抽屜嗰隻延時嘅咧假書機，你是做得上雲端嘅圖書庫去假書。韓國呢，其實吼，你呢下假書吼，有個地方還會自家讓你選書。哇！佢話貴相機來分你看，非常好。當然，你今日分享咧雲端圖書庫是講，你假咧，你直接不開填哦，自家嘅咧3C 產品就做得上線去看你家嘅書。14日以後，佢話磁通版書非常的方便，今天當禮片，所以推薦問大家好好來利用哦。係用電子書嘅方式吼，唔單止你唔是拿得用充電嘅書，那個有上是比較講出眼嘅，當家看下食譜書啊，對不對？食譜書有上是就冇正經是要按用實體的書啊，我們用電子書還可以做得了解到其中嘅資訊哦，那步驟記下來，所以分享大家好好來利用呢下，雖然呀疫情吼。肯定持續下降，越來越好咧嗬。不過大家做得利用到線上嘅資源，我想今日講到書哦，你除了線上做得假書，做得賣書，還有到係咧經營非常嚴峻、非常散漫嘅書店，肯定持續嚟努力想本大家一隻優質嘅空間，本大家一隻做得比較輕鬆嘅素材。所以你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獨立書店，之前未有來上你節目嘅。太好把寫書店嘅頭家老經營的線上，去同大家來連線，你底下來老經營來連線了。Hello， 經營，歡迎。Hello， 同大家問好一下好嗎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經營，咁歡喜做大家見面。看到你肯定也點讀哈，真嘅點解要懂？我有多想要懂想去下書店，那拎咖啡，然後好好嘅看書，假裝一下文青，享受一下氛圍。我幾件懂叫，冇愛用嘅成法咧。我啷講，你做得起經應該點讀哈，不過飲料做得外帶好冇？地圖裝得先都。對，經應可能起嘅哈，我想以前都係點睇同樣關係啦，因為做唔得內容。講大家做咧群聚嘛，我呢下二級咧，呢下係要開放，咁呢店，我看你喺度開店咧，當然轉咧。係啊，5月疫情來咧，時節都嘅發通都冇做嘅，係啊，都開始做嘅外帶一下用，係啊。哦，所以呢下講係當日要做，係要開店係啊？一下有啊，一下咪係下晝1點到9點，哇！擺一些困難用。哇！你差唔多所有時間都喺店頭咧。係啊。唔過夜團時間雖然正營當認真做事，唔過夜下有多人下去店嘅風氣。夜下冇咧，因為嘅疫情嘅關係，就。因為開店出來安尼啊，就等人下來安尼，係啊，然後就有一間店嘅本，大家有做菜都得去安用。哦，都辛苦呢。我看經營吼，佢很溫暖，因為佢講，佢開店是希望講吼，本大家想來處理一下到目前嘅空間，佢嘅店頭本大家做得。維持一個安全距離。唔講走在底下點頭地讀下詩，看下書，好像是一個放鬆喘息的空間。因為居家生活太久了，有場是同不開癮啊，那個摩擦都有點多。所以呢段時間，我想大家肯定做得好好利用各種嘅方式來看書啦。當然，今日獨立書店嘅
前言来到节目当中，我老大家分享前度的知识。像呢段时间哈，你讲其实德福卡哈，你阅读、你看书，真是係一隻培養嘅好時機，係嘛？係啊，也下係你下冇出門啊，就有好多嘅時間做咧德福卡圖書寫詞安用，係啊。所以你講到圖書寫詞吼，因為前年佢自己當為寫詞是寫當講，咪當好看書吼。我一般嘅消費者也講，你一段時間真是為來培養你讀書嘅習慣，咁要乜嘅方式也講，要乜嘅書單來做。我係遲到咧從嘅本事學校嘅書開始看。本事學校誒。嘿，比如講，迄種係史詩按用嘅詩集之類的按用嘅書籍來看嘿。係啊，像史詩啊、雜誌啊，都做得啦。嘿，比如講，是當係做老書方嘅書記嘅標下，老師會拿起來看出錯咧。你一講到都重要誒，因為大家你係要到。現在有到3C 成癮啦，哈，用半斤做得標下來，你都聲光效果當家嘅3C 嘅產品，做得半斤點情下來，看簡單嘅指老師啊，你本事。對，比如講，像呀，正英同大家來分享嘅呀，按多本嘅史詩呀，史詩嘅特點，家下正英哥沒有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會講嘅文史同小。對不對？小小的文字在短短的篇章底部，你就做得感受到文字嘅療癒。比如講，也有幾本書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像係猜你青春嘅世界，係張芳慈老師嘅史詩；韓國也相思火炭，係李年發先生嘅史詩；韓國游夢在自家嘅情感度，係邱一凡先生嘅史詩。韓國還有呀，新作風陳美燕客語詩歌文集是美燕老師的詩集。韓國係呀，周強係杜潘芳格老師的詩集。每一本都當好呢。對，係唔係請正英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？按多本史詩，自家讀過以後有乜嘅感想，做乜嘅愛分享俾大家呢？呀，我最近看嘅係猜你青春嘅世界嘅。一本史詩啦，邱一凡先生嘅文史較少啊，不過佢老嘅土地嘅連接仲深，係啊，因為台灣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嘛，就比客家嘅地位啊，嘅客家嘅東西都有代運，咩動講，不說第去較少嘅文史地路有。眾多嘅影響，都做嚟本藝條嘅類型眾安尼。所以可能像懂懂人知道，哎呦，如果像很多的文字啊，有一些負擔太重嘅話，某聽眾就會對史詩來開始哦。係，因為其實你地圖又當到上韻，那個文史很簡練，可是卻有很大的空間，本大家做得來想象哈。你當冇簡單，Rita 小紅沒有幾種嘅經驗嚟同大家分享啊，像特別推薦你生活風格類生活風格類。你特別推薦的2本書啊，轉移烏卡種天，韓國客家新詩，哇，客家新詩葉國居老師哈，除了看佢嘅書，咪當場轉到你客家種嘅生活，當溫暖啊樣嘢。好，你係特別推薦咪讓你點讀嘅選書有關係係冇？點讀好選啲風格嘅書。因為從寫書係加工加破土台啊。可能因為安樣係對我嘅客家人通有下多啦，係啊。所以遲到都有感情。好多嘅客家新詩兩本書都有感覺。嗰個另外推薦本大家係模範寫詩類。哇！我遲到2本書，其實未當有客家嘅情感。
韩国佢嘅魔幻為本人去到當場看天陽，韓國要當到係憧憬兼變幻嘅感覺。特別聽講，你特別係推薦呢一本哦。係啊，因為甘耀明老師寫一本書吼，有當到嘅學世代故事，就係本大家學聽順來讀，係啊。啊，你嘅動力上嘅故事係，因為武漢人有所在經驗嘛，係啊，都動感同嘅啊。哦，所以你係用哪一種看法、哪一種眼光來看生命呢一件事情哦，死亡呢一件事情，我想當有意思哦。那個還有一種類別，我想一特別係文化研究類，講到研究，因為主要講想係啱跳，不過你係你特別講先，你係種類嘅書，攞大家分享。總嘛該愛上愛先按難嘅類別同大家分享咯，因為看起來文化研究就很困難呐。因為啲方面嘅書啊，啲都有講到嘅，啲客家人到去神化嘅畫面，係啊。韓國唱有歌曲㗎，就客家原味嚇，呢幾本書大家咪就得好好嚟 follow 一下嚇。但是等家下喺你節目當中嚇，家下靜英推薦到講甘耀明老師嘅作品，你都會來咯。甘耀明老師來練線咯，好期待。個多咗來一個介紹來咯，靜英來練線來打嘴鼓好冇？好，大家先嚟下介紹上到復起來咧。所有朋友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大家好，我係趙英權阿權妹。哇，阿權妹，家頭前嘅同體正言來講吼，你喪禮上的故事呢本書吼，我自己係要看啊，非常感動，韓國有前到神奇嘅素材。我想你啱談係咪當上嘅實實來看？我唔錯，唔單槍當上嘅看，對呀書名就動有興趣，韓國對書嘅內容咩動有興趣。啊，唔過清楚有嘅係，雖然係慢人做嚟寫出安陽嘅故事，對呀作者咩一定有興趣哦。錯，你今日節目當中吼，非常歡喜，非常榮幸，我總算第一擺真緊，雖然係透過視訊吼，但你仲要看到甘耀明老師，我非常嘅期待。你哋係實實來分享先生哦 ，Hello。Hello， 先生好，真挺好，都難得都會看到偶像的感覺，有沒有？先生，你都係上誒，不過你做得寫安頭白咧，種頭客家種嘅故事，我看到你相片，甘耀明老師，你咪安頭上，看到本人真聲音動頭上。對啊，不過寫出動用客家原味來講，寫了文字哈，真的是那個節奏掌握得太棒了。看你嘅書哈，還有一本書是看睇咧，很少再個看一遍呢。先生同大家問候一下好冇？大家好，我係甘耀明，東方姨看到大家。哇，係啊，先生，我想今日東方姨同大家介紹呢本書，講來差唔多會有10年嘅時間咧，嚇。錯，差唔多你有15年，15年咧，15年咧。15年哦。15，錯。哇，按叫誒，唔過都日下看起來係非常嘅精彩。錯，呢本書我唔知到底安用哪呀安用哪哈，因為書名有少女上嘅故事，唔過幾突然安用，我讀看到了書封嘅時間，我想呢本書。佢嘅設計，韓國啲書是根本你有一種無論係嘅思緒啊、邏輯啊、思考啊，佢哋一變換嘅感覺。所以先生，你啲故事嘅素材係哪搭位構想嘅？來年來次來。我這個係寫時間後，我係
没有历史探验啦。有时候我有一个乡下经验，一个经验吼，对我来讲当重要啦。有时候一本书吼，写当个去甲描绘一个斯坦强的故事。因为写牛的啊，写一个耕田啊，写一个工作的啊，一个全部做喺生人的事。那个经验啦，古时候也个做迄所有的我自家写当作故事啦，一本书迄我亲靠近啊个生活的经验。其實我知道也有當到生活嘅經驗，因為我係喺苗栗人，所以我可能沒有去你冇種牛啦，對，我冇種牛，我冇種田。啊，不過其實我沒看過當到田園的風光啊，還有甚至寒色嘅時間沒有去後巴筍搞啊這種田園的一些生活。啊，不過按用版老也有素材，然後佢變做真正嘅故事。我知道也就係創作者加到腦筋。弄四底度同 M 共用嘅素材，古時當時我來問一下老師呢。一個古時講起來就商業機密啦，不能講。我很想要偷偷給它挖出來。就按你講啦，我這個有真正的生活的經驗，但是這個故事吼，人也個生活的經驗，怎樣的轉換，就轉換的過程當中，怎樣的吼，要需要多久的時間來訓練。做超人做一件事情做差不多10年就成為一位專家。我這個頭擺咩那個很多老師爸，老師爸的意思就是一個老實的人一生沒有什麼成就啦。也個對我來講係我生人時間嘅一位可以做安尼，佢唔會講話嘅人啦。但是我後來太學嘅時間吼，我就想我寫一個小說。古時候我就自我訓練，差不多10年的時間，我就差不多後一個小說寫得較好。古時候也一本書，雖然係寫一個故事吼，但是看起來吼係當生活日常當中的這些經驗，但對我來講，它是一個自我訓練當中所表達出來的藝術嘅成就啦。哇，先生我非常的佩服啊，因為你哋係看作品嘅時間，看文學嘅，我無論小說啊、詩詞啊，呀冇共用嘅作品嘅時間，其實你去看用本人看到日文嗬，加講到嘅咧，所有嘅節奏嘅掌握，加聽你地圖嘅角色嘅調戲，還個像一看書嗬，你哋乜嘅微笑老妞啊，你看睇片嗰時叫咧，講我咪經常到我嘅家庭、我嘅阿婆、我嘅家鄉。我像地圖嘅情感面吼，你變嘅當好，一下本人寫，一下本人講，又乜又丟到乜嘅用嘅詩啊，又個電影講嘅呀，所以我知道咧，用本人真實來重要咧係，你講㗎，你係老實吧？你講我看你寫嘅文字，做得千變萬化呢。係啊，因為一個寫嘅個小說吼，因為轉換吼，也有真實的經驗，較好。像咧頭擺吼，寫嘅時間吼，我講有學過牛嘅啦。有限嘅時間都走到牛欄吼，老牛嘅狗，拿個草去看本牛來食，我就記得啲牛嘅什麼吼，當草會捲起來，草會會捲起來，還會引咬啊。它那個反芻哦，我記得小時候這個時間我都記到，還看個牛飼用嚟做個鵝湯。頭擺吼，啲西國吼。前後嘅我爸爸人話講啦，做嘅喺度我割槍以後吼，啲田啊有大片來，個牛屎，個安尼嘅牛屎哦，曬出來嘅骨吼清好身，唔係拿去配酒，唔係去精密廠去拿去配酒，係拿個刺眼嘅啲牛屎拿去曬酒嘅米是清好身，咁所以也就一個寫個小說有經驗去清好嘅。有經驗到一條牛嘅寫嘅較立體、較發拍、較有想法嘅經驗嘅，那個真好嘅小說。而且我自己喺看嘅時間，我看到當日本，我就哎呀，你睇咁正經咧，還有落到個鬼屋，因為客家莊吼，青島客家莊然後演出明代嘅素材吼，一隻群，所以咧地圖講到嘅，你為本人混淆也講動用英文寫講，我正經相信你係正經嘅。
你讲开像咁真紧按电影讲也真紧按小课，所以先生了让你抢谁先发的了反映伫美历史他们也有动态关系系吗？系啊，错啦。我先发的地方吼，因为保育家做的石潭的西主尾做的山，还有一条河坝。那因为13年，加个先发当中有山到河坝吼，加个童年就比较童话。叫童话的童我年，认同，俺妹是这样子，所以，但是因为俺这个先发当中主要嘅山啦，都俺不跳，俺不也做，全部做看唔到，俺做讲，声也轻讲呀个东西啦，不做太年做讲呀个故事吼，hem呀个声音咧做唔得，呀个俺不跳就属于搞有呀个危险啦，做讲呀个马来故事。梦神的故事啊，太年就要学声音呢，俺妹有唱歌呢，懂快呢。哦，那个时间吼，太年讲呀个故事，声音就学到。故事呀个故事啊，后来我这个来想想，这就是一个故事的教育的意义啦。但是这个故事的教育的意义，用一种比较残酷的东西去给它深化在人的脑海里面，其实也是蛮魔幻写实的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故说那个这个时间吼，对那个山吼、河坝都个按不条做学到，做唔敢去，河坝做有金细人，做有那个水鬼，山峰做有那个梦神，故说都按不条都不卡吼。就唐阿公讲故事，唐阿婆讲故事，这也是一种家族的温暖的力量了。哦，我就看的是这一感同时系讲，你系讲阿婆的送礼，佢爱来的人全部讲故不一堂，你系佢的算系医院啦吼。我看到你家有先生有讲到，你不卡阿公阿婆为让你哋讲故事，我知道因为家庭都幸福，每本声音呢，透过安样你讲出一家正经的故事来讲，一家。上的故事，都係一種都好嘅家庭事件。每次的故事對當事人來講，都有一種意義存在。故事尤其想要每一下欣賞你，用按照你韓世嘅世界發生嘅故事、發生嘅素材來創作。對你來講，故事是怎麼樣的一個存在？哦，乜嘅係故事？那因為一個故事就會識得藥嘅。有的，这么苦，可以治疗人心吗？对，因为吼，我嘅人生吼，较老实啦，比较平凡，冇乜嘅起伏，所以我透过一個寫一個故事啊，認識一個世界，對，故說一個故事做要嘅我治療我自家嘅想象貧乏症，對，另外一方面吼，我認為寫一個故事哦，對一個讀到一個故事嘅人，咩係一種藥嘅，點樣治療佢自家嘅心情。故說我認為一個創作對一個創作者，對一個讀者來講，對兩方面來講做一種藥嘅。當方面我自己係一種吃醋藥，也係藥嘅。藥嘅經驗，韓國飯嘅肉個，係古時候先生今年要出嚟新書，恭喜先生，對，恭喜先生。然後我們要比一個動作，因為本書我都順理成章嘅你。先生同大家嚟紹介一下好冇？一本書人都順理成章嘅人啦，也係1945年也嘅3月嘅事件啦，一台美國嘅飛機吼，捉到台灣嘅中央山脈啦，後來吼差唔多有130個體面台灣嘅人吼去救，也發生了當台山難事件啦，也大概係寫嘅案例啦，人用嘅從透過這個救難哈，發現了自己啊，所以這個故事大概就這麼簡單。我感覺為也係一個感通人嘅故事，寫給本大家來認識，大家有很多的 hit。好期待哦！先生有講哈，愛吐感有名嘅身為真正嘅人，吐了以後，漳州得變成真正嘅自家。我們還沒有變成真正嘅自家。恭喜先生，咪非常期待先生哈，繼續做得同你創造出當到心靈嘅榮耀，是係你當到好嘅故事、好嘅文章哦。今日非常歡喜，新夢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。新夢先生，拜拜。先生長來了。
哇，一定要去看哈！我都係先會前景介嘅，也係看線上前景介前度好嘅作品哈，都推薦俾大家。你係邀請大家聊一下技術轉到福起來了。所有朋友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，我係仲要叫阿權妹。你今日嘅家下堂咧，今日明老師分享，但老師包嘅文筆是才很好啊。因為有老師包，按會寫文字嘅喏。繼續看其他書，就行下影視機哈。其實轉來呢，你要請到透露書店經營，其實啲線上同大家來分享了。好，來分享經營了。Hello， 經營。我要轉來咧。至於你講看書哈，其實冇講旅行嘅書，實在都當精彩呢。像Rita 你下小號呢，是有拿到你嘅咧，從前面先生，哇，佢哋新嘅作品，那本書《原色芥末》，原色芥末哈，一本書佢出嘅時間，大家講哇，讀書都好一樣，根本就精裝版哈，高地波又有嘅有聲嘅三本，大家來睇。也咩係當好一個教材哈，所以我哋講從唔嘅點頭啊，和之前有辦一條讀書會呀，就話問大家共下來讀啊，來念啊，安尼係冇？係啊，之前所有辦嘅讀書會來，大家來念啲，條嘅繪本啊，條嘅知識，因為每次都看史書，用念出來老。但像係看係冇嘅感覺係冇平庸嘅。係，像今日嘅呢節目現場要準備哈，抽籤啦，哈 ，Rita 來念一下哈，來再一次從呢屬於呢老陣營的線上有一隻讀書會嘅感覺哈，請再抽一張。等下陣營再個同大家來分享看 Rita 土動用版哦。哎呦，一挺好嘅啦，我做事是考試的感覺。好，提筆談通宵，好，提筆談通宵，好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想來聽 Rita 阿姐講故事，冇問題，我來討本大家聽哦。你講阿姐，天堂地下都有寫，幾位老天堂誰想我講，天面紅誰人呢個故事？每位下飯配人間嘅聲音呢，不顏色芥末。所以天堂老地面紅嘅聲音呢，都會唱熱公公小菜籠，氣泡馬過連通，連通白種韭菜，韭菜花結親家，親家門前熱後湯。小芥立馬不插蔥，蔥芥拿來煮酒席，斷芥拿來頭不用。好，楊班，哎呦，彈起來有上嘅感覺喎。100分。哦，真勁嘅，剛剛彈到嘅就等出來跟 Rita 欣賞 Q 下圖嘅，我已經好想念嘅感覺。所以咧讀書嘅時候，咚，要講嘅節奏。對。而且通宵啊、念宵啊，就按用人嘅聲音嘅素材，你係咪你講？全心沐浴就當好嘅方式來教材，除咗有按用嘅繪本，又好看又好讀，又有這個節奏以外，剛下啲體育團嘅時間啊，真係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呀實習嘅部分。就有一本書《參與青春嘅世界》，就是我們張芳慈老師嘅寫嘅實習。其實呢本書，我聽講真應該唔當推薦，係因為底度有一篇對我來講同樣書店嘅開書店嘅感想，係當強嘅，當上強嘅，是不是？係啊，對嘅大嘅一下把嘅佢嘅靈案，對，因為底度有寫到嘅。有安嘅時節啊，我會較有安藝人都含七兩味，唔管我會有
一多事情都唔强，都爱人都去到两里按用。对，所以这个让正颖哥非常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就算有疫情，我给暑假还没去到呀。对，感觉吼，其实一鼓励人心呢。无论拄到乜嘅困难挑战吼，是讲还有坚持就坚持啦，做得继续向前。冇错，古时候像按用嘅实习，人家他谈过诶，他像童谣按用嘅实习嘅读法。那接下来我同大家来分享嘅是比较文学按用嘅实习嘅读法。那正颖哥因为你经验较多，系唔系同大家来分享？这样子读诗系唔系有乜嘅技巧到底背呢？因为等下我会读古时候，我想先恶补一下。读诗书，我知道是先看。嘅俩数字有乜嘅画面都嚟想都展开式来读，还有感觉。哦，先想画面，有画面，有情感嘅部分，并下冲掉系吗？对。因为讲到嘅文字，它文字简练嘛，对，所以你下你来看来谈阿權威。佢嘅豐富嘅想象同情感哦，好，就係家下講嘅夜黑花開介連暗，夜黑我用太浦強，沒錯，對，因為中鋒詞形上佢係用太浦強寫嘅詩，故所以夜黑我用太浦強來託本大家聽。夜黑花開介連暗，連暗嘅世界，天天點錢落來。條路地背嘅遠，同崖種下半腐蝕不蓬加起來，去拖了位數，按舊以來有名人比崖人個卡地無暗喏。你用啊，按會講太唔強啊！我知道我自己頭睇都有一種雞皮疙瘩起來嘅感覺，我自己都不愛自己感動誒。都好聽，真嘅。就係我有感動嘅感覺嗬，正然透過畫面，因為有感動咧嗬。當有感動。好榮幸哦！係啊，因為你取得文字是都有力量，對，透過真嘅嘅作者佢用心寫嘅作品，大部分你嘅其實係本你想象唔到嘅，佢念一小篇時候，哇，有力量咧，真嘅咧。透過去同單純看那個戲，冇重要，嗰種感覺嘅力量係冇共用嘅。讀睇以後，嗰種節奏，嗰種你自己反芻之後，再個攞佢讀出來，那個畫面感跟更多元的想象感，係同單槍看書完全冇共用嘅感覺。係啊，所以今日希望經營分享程度冇共用類型嘅書哦，像你想平常時買兩本書，真有乜嘅推薦啊？做得等來會買啊，用半年來讀閒書咁樣。兩本書做得前名錄淡薄，做得買到啊，咪做得來書店來買，還好吧？地書店來買。來到呢個書店買嗬，感覺應該可能冇窮人嗬，所以讓你大嘴估一下，再坐定嘅店度試試一下，你可以試一個外帶係啲咩東西。所以您好係講落到呢個店頭地度，唔知道攞去介紹，我講正應該上嚟買40，又係講我唔定我買乜嘅書，唔定好咧設定，我唔定我買乜嘅，你用辦經驗攞去介紹。所以就會先問佢平常時係看乜嘅書。哦。係啊。先了解佢讀書嘅喜好，對不對？梗係講佢講冇誒，我冇讀冇啊，我想我簽一本開始培養我閱讀嘅習慣，梗係要揾用班人攞去推薦，用班人引導佢。哦，我假設按樣是會。先推薦佢出嘅好出嘅書啊，都知識啊，然後嘅冊子啊，係啊。書是到冊子，共用係實習同冊子，因為按充片呢，係嗎？對。係啊，好出啦，因為按難
做起來唔會按困難啦。嘿，其實亞裔部嘅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故做大家都辛苦。不過漸漸嘅恢復正常嘅，下後會不會期待還會有新嘅法通會同大家來見面？會想要辦用版嘅法通呢？有啊，打下來就會辦嘅音樂會，然後讀書會，還有當多嘅想法都在做。因為其實我之前沒有老經驗來聯絡，本來係辦，結果疫情全部停咧。你們唔知哪時就得再一次，係啊，來辦了有工廠會社，有工會，有演唱，是本大家當輕鬆打嘴鼓嘅感覺。我希望講實際疫情過去後，大家就得在個市場下話家常嚇，所以本大家感覺到無論世界用辦緊轉變，你全部去得了位，你數點又得了位，聽人大家嘅想法，一個個派人大家。冇錯，希望大家來養成也閱讀的習慣，透過書底度嘅文字，尋到療癒自己的力量。唔管係世界用版變化，還係有一股力量做在支持你。錯，今日非常感謝俊英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，希望你哦，謝謝，希望咪希望所有嘅朋友，希望所有嘅朋友來收看節目呢個福氣來咧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來收聽呢個法律4單元哦，希望大家長得了，拜拜。喜歡福氣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